第三個先兆咧，呢個我覺得係好準嘅，就係人際關係大洗牌。呢個人際關係大洗牌，我自己都經歷過。咁好多時咧，呢啲斷捨離嘅年份啦，即係或者叫轉運前後嘅嗰一年啦，或者甚至乎係你轉新嘅10年大運嗰年咧，往往咧好多時會經歷呢一樣嘢。唔同頻嘅人咧係會自己走開，即係咩叫唔同頻嘅人咧？可能你已經係好運緊，你嚟緊會轉好運啦，算命師傅都話你轉運啦，但係可能你呢一刻你覺得好似咁黑仔嘅，呢個朋友又講我，呢個朋友又話唔同我玩，又話同我絕交，我個員工又走埋，好似好多嘢，彷彿咧啲人喺你身邊咧個個咧就好似走晒。咁但係咧往往咧我發覺呢個係好準嘅一個轉運嘅一個先兆咧，一個 sign 啦嚇。因為咧呢個轉運之前咧，你同某啲嘅舊朋友疏遠咗咧，可能你係離開咗一個好 toxic 嘅 environment。咩叫 toxic 咧？就係有毒，對你冇益嘅一個環境啦嚇。可能你之前一路都咁衰，係因為你本身就係處於喺個有毒嘅環境當中咯。即係你啲朋友咧根本咧係冇益嘅，即係可能係損友嚟嘅，或者係扯你後腿嘅。咁啱，因為一個契機，你就同我哋絕咗交，你遠離咗嗰班人，恭喜你，呢個絕對係轉運嘅。咁所以咧就唔好因為失去某啲嘅朋友咧而傷心，你應該要高興。人咧係好變態嘅，點解明知道有啲關係咧係唔健康嘅，但係都會繼續去 entertain 嗰啲人，即係或者叫繼續喺嗰啲關係裏邊，無論係即係情人啦、朋友啦各方面啦嚇，或者甚至乎一啲要員工，因為佢哋喺個 comfort zone 裏邊，即係已經建立咗某些嘅感情，明知道嗰個人去做唔到嘢，但係你又要繼續包俾佢。咁啊，因為咧你唔想變，因為人咧佢好害怕未知。哇，萬一下一個仲衰嘅咁點算啊？即係有啲人係咁諗嘅。咁但係咧就你記住，你 review 一下，如果嗰個人咧一路都係譬如可能成日問你借錢嘅，冇事咧就夏迎春，有事就鍾無艷嗰啲咧，就淨係好似揾你笨咁嘅。呢啲人咧即係佢消失咧，其實係唔需要去可惜嘅。所以咧人際關係大洗牌呢個絕對係準嘅。可能嗰一刻你覺得點解要咁㗎？即係點解要攞走呢啲嘢？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啦。我轉運嗰年咧係老豆就走咗啦，隻狗都走埋啦，無啦啦個舊秘書又去移民啦嚇。即係雖則唔係話 bad terms，但係看法咧就係好似好多人際關係咧有變化，所以可以係你至親嗰樣嘢。通常咧係你失去咗某類型嘅人物啦，你先至會覺醒，你先至會有啲唔同嘅活法，你先至會有一啲新嘅契機出現。即係例如你一路你嘅業績上唔到去，可能係你同呢個團隊共事嘅，一路啲業績咧就唔知卡咗喺度，點知全部炒晒，即係或者叫做全部佢哋離開晒，因為某啲原因。但係可能咧就係轉咗運之後，你就請過晒一個新嘅團隊，哇！再創高峰，我見好多都係咁嘅，所以你絕對要留意下呢一個。